继续来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公布上新的一波撤销罪名的名单，总共有2006个人得到平反，其中包括美丽岛杂志的成员、前副总统卢秀莲、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，甲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等人。促转会认为，因当时是以杂志社作为起点，要来做政党，要来实现民主的理念，所遭受到当局威权打压。这个促转会爱社会会记哩，这悲剧唔通阁发生。在监牢里，我以为全世界都忘掉我的时候，想不到还有那么多的温暖，那么多的阳光。讲到美丽岛事件，关伫加入迄段日子，前副总统卢秀莲、老目屎，当时被掠入监的，也阁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。他们终于日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。上惨的是总指挥施明德，原本是被判死刑，但是伫国际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。即马行政院促转会公告，第4波刑事有罪判决撤销名单，拢总为因平反，其中包含美丽岛杂志成员。姚嘉文、黄信介、张俊宏以及自由中国杂志社成员雷震拢在内，这份名单总共是2006个人。真的很抱歉，没有办法让前辈们亲眼见证这一刻。促转会认为，这群人以杂志社作为起点，向阻挡迄只政团的方式，想要将民主理念使用伫实行政治，受到当局的打压，是违反时期有名的政治案件。美丽岛事件40档，这是万来的正义。促转会爱社会会记哩，历史免会放袂记，悲剧毋通搁再发生。